听众朋友，大家好！你即马收听的 Podcast 是真心网开讲，我是柯医师。即回是咱节目的第8回，要接续咱顶回的即个节目的内容。顶回即个第7回，咱有解说一寡即个算精神科的即个基础的知识，就是讲所谓的精神病 psychosis 一寡精神症头的定义是啥物。今仔日咱伫第8回就要为即个症头讲到咱的即个病，也就是诊断。我记得咱伫应该是 Podcast 的第2回就有讲到，咱精神科的诊断就是照即个症头的无共，甲无共的病症来分类。所以有遮个诊断，咱就会变做讲会当去知影即个患者以后的即个病症会安怎变化。咱可能需要用啥物款的治疗才会好势。所以今仔日咱要讲的即个诊断，就是精神病诶症头为主的即个诊断。同主要的即个诊断叫做思觉失调症，就是 schizophrenia。即个诊断嘛是以早叫做精神分裂。即个精神分裂即个词，其实伫位日本时代就是安尼做翻译的，到应该日本遐是2002年，才改做因迄边叫做统合失调症。咱台湾是伫即个2014年左右，改做思觉失调症。但照即个名改了，其实我个人感觉是改了袂歹，因为思觉失调就是思考甲知觉。这两个就是咱顶回有伫讲到一寡精神病的症头会出状况的一寡即个咱的心智的功能。以早用即个精神分裂即个名，就常常有患者是家属的误会讲，即个分裂是即个患者的心内精神有啥物部分，亲像分做2边去。其实毋是安尼啦。咱今仔日就会就即个思觉失调症，伊的症头的表现啊，伊的诊断是安怎成立的，甲有讲伊的病程会安怎改变，来甲大家简单做一寡介绍。伫即个后续，阁有即个伊有啥物会发病的病因，甲有治疗的部分。因为这个范围会伤大，所以这治疗的部分，咱就后回再来甲大家补充。毋知影咱大家大部分的台湾人若听到思觉失调，也是讲有诶讲精神分裂，即款讲法会想到啥物款的情形？就是再来的，咱台语就有一个词叫做起痟嘛。我会记得我读国校仔的时阵，咱家己遮都有一间最有名的病院，叫做太和病院。若三不五时会听到人讲迄是小病院即款的讲法。所以若像即个社会对遮个名词有一种较算讲较无好的称呼啦。毋过就是感觉讲，遮个人若像拢失常伊，拢爱一直关伫病院内底，若像讲长期袂好安尼，嘛会感觉听起来小可若像讲因足危险的，袂当出来，惊会去伤害着别人。其实即个现代医学已经有足侪研究，甲即个精神病，思觉失调症，做足好的研究，互咱知影讲伊的病症会安怎变化，甲有讲用啥物款的治疗较妥当。希望我透过即2回的节目，会当互大家较了解即个思觉失调症到底是啥物款。好，安尼咱就先为即个咱医师是安怎诊断即个思觉失调症来讲起。就是咱以前有讲过，咱精神科医师拢有一个诊断的标准嘛。就是我靠一款诊断手册的内容。即个内容就是全部的全世界的精神科医师拢有同意，爱用即款的方法来诊断患者。思觉失调症伫即个诊断要件，第一部分就是伊的症头，伊主要的症头就是咱伫第7回讲到的精神病
伊这有写5款的镜头，其中爱含2款以上，才会当讲伊患者有即个精神病。前3项就是咱伫第7回讲的，第1项是幻觉，就是讲患者入面外来的环境无刺激，毋过伊煞有听到声音，有感觉到。大部分即个思觉失调症的幻觉拢是听幻觉，就是听到的即款。第2项就是妄想，就是咱顶回讲的，患者产生一个无下力但是足坚定的即种想法，即个思考内容方面的即种障碍。伊是无啥物理由就出现伫遐，伊会甲外口的刺激，拢感觉甲即件代志有相牵连有关系。第3项呢，镜头就是混乱的思考也是语言。即款的表现就是像我顶界有讲到思考形式障碍，患者感觉讲伊的大脑无法度家己控制，若像别人互伊的想法互别人听到，还是别人的想法会走去伊头壳内底。嘛有患者毋是安尼讲，毋过你听伊讲话，你就感觉讲伊的思考是伊的一件代志，接甲后一件代志的之间是无啥物因果的关系，伊就直接跳过啊。还是讲有诶患者会愈讲就一直讲啊败回去，就是甲伊讲话，你就会发现讲伊诶思考诶即个过程真正是乱糟糟，甲一般人无共款。这前3项是较主要诶镜头，就是讲幻觉、妄想，甲有讲混乱诶思考甲语言。这3项内底一定要有一项，才会当诊断即个思觉失调症。煞来，阁有第4项甲第5项。第4项是混乱的行为，即个混乱行为，假是讲即个患者可能会常常做足激动的代志，也是讲伊的行为足退化，若像囡仔，拢袂晓照顾家己，也是讲伊有诶患者会出现讲诶，若像一个人插伫遐，拢袂振动，也是讲拢无爱讲话，也是讲你讲啥伊就家己对你讲啥，你做啥伊就对你做啥，即款有群镜头。甲行为相关的，这叫做强敌的镜头。即个混乱的行为，就是第4项咱讲的诊断的镜头。第5项的镜头叫做 negative symptoms，那伫一般国语是叫做负性症状。台语我感觉可能用阴性镜头较好，就是阴阳的迄个阴，迄个电池的阴极的迄个阴。因为有一个概念是，即个患者比一般人假出来，迄叫做阳性的，就是 positive 的 symptoms。像讲伊一般的人袂有即种奇怪的感觉，袂有即种奇怪的思考，所以头前迄几款拢算讲是阳性的镜头。嘛毋过患者嘛会出现讲，伊一般人应该爱有，毋过伊煞无诶。像讲一般人情绪的表达、情绪的表现会较明显，患者较袂遐明显。也是讲即个患者。拢啥物代志拢无想要做，拢规工倒伫遐就好，伊嘛袂想要向人开讲，也无想要讲行咧做一寡运动。即款一般人运动爱有，毋过患者煞无诶，咱就叫做 negative symptom 阴性诶镜头。所以患者伫共一个时期，伊头前这5款诶镜头内底，至少爱有2项。而且即个前3项就是咱讲诶幻觉。妄想、混乱的思考甲语言，头前这3项较重要的，至少爱有1项，安尼就会当讲患者是有一个即个符合思觉失调症的第1个要件。第2个镜头就是患者因为这个表现、这个影响，造成讲伊社会功能的损害。这个社会功能意思包括讲，咱一般应该爱上班，无法度上班。咱应该爱去读册，无法度读册，咱会当行正常甲人交朋友，还是讲会照顾厝内的人，本来做会到的代志，可能毋是全部，但是某几项伊变，因为受到即个镜头影响，变做较无法度做到，安尼就算伊有社会功能的障碍。煞来阁有讲即个时间性，即个时间来讲，即个精神病头拄讲的这个镜头加起来的时间。前后加起来爱超过6个月。这6个月意思就是讲，若是已经
为医师6个月遐久啊吼，可能伊家己好诶机会就较少啊。同尾即个诊断要件，佫会讲去排除别款诶病，包括咱以前讲有一寡物件会造成人有产生精神科诶症头。你若讲是食毒品引起诶，还是讲伊头壳去受伤才引起诶，安尼就无算讲是原发性诶思觉失调症。诊断要件嘛会佫要求讲，伊遮诶症头毋是别诶精神科诶病症来造成诶。这是意思是讲，嘛有别款诶精神科诶诊断会有类似诶表现啊。毋过是即类咱讲即个思觉失调症即类诶诊断伊主要诶表现就是头拄仔讲诶迄5款诶精神病诶症头诶组合。伫咱精神科诶即个诊断手册内底，就甲即个主要表现是精神病遮个病症有整理毋是干若思觉失调症尔。像讲有一款叫做妄想症，即个患者就是讲伊应该袂出现讲幻觉，还是思考形式障碍即款诶表现。毋过伊主要诶表现就是伊有足明确诶妄想，是伊主要诶症头。咱头拄仔讲即个思觉失调症爱6个月以上，其实若时间患者有即款表现，毋过时间还袂到6个月，这嘛是会当做诊断。有一个诊断叫做类思觉失调症，就是类似迄个类。迄就是患者发病诶时间超过1个月毋过还袂满6个月，所以就是伊还无法度做思觉失调症诶诊断。另外，佫有一个诊断是讲共款诶表现，毋过即个出现诶时间诚短，是超过1工以上，毋过可能1个月以内，就完全好啊。即款诶叫做短期诶精神病症。即短期诶精神病症虽然发作诶时阵，甲一般诶精神思觉失调症诶精神病共款严重，毋过伊连续诶时间无遐长，所以讲伊是有可能讲后来着完全好。毋过若可能佫拄着一寡代志，佫有压力诶时阵，嘛有可能会佫再次诶发病。另外嘛有一类是叫做情感思觉失调症，就是加上情感能力。意思就是讲，患者除了头拄仔讲诶遮个精神病诶症头以外，互伊佫有明确诶足明显诶情绪诶障碍诶发作。所以有诚济类似诶诊断就是共款是以精神病为主诶表现，嘛有佫有可能伊有足济无共款诶即个特别诶所在，可毋管是伊诶时间还是症头。重点拢共款，就是既然伊是精神病为主诶症头诶表现，所以遮个患者通常拢是因互边仔诶人感觉因是脱离现实，就是讲这患者无法度分清楚外在诶代志，甲伊内在诶思考是差伫倒位，所以有一寡伊心内想诶，就变做真诶，就若像活伫伊家己诶世界。所以有袂少患者，伊是袂感觉家己安尼感觉还是思考是一款病。定定有患者会甲咱讲，这就是我真正有听着啊，还是讲我着真正看着边仔诶人是安怎对我不利啊，所以真正是有人要甲我害。有诶患者是，就算伊治疗过，症头无遐严重诶时阵，嘛是会感觉即个伊无破病，伊无需要来治疗。所以一个患者伊诶症头诶表现有啥物款，毋是干若像迄个诊断手册内底写诶遐尔简单啊。就是讲诊断手册内底写诶是一个必要诶条件，毋过每一个患者诶表现无共。照咱诶临床诶观察，就是袂少患者拢佫有较无共款诶表现。包括讲即个要件内底有出现即个阳性诶症头，像讲幻觉、妄想、混乱诶思考、混乱诶语言、混乱诶行为。毋过另外一群即个阴性诶症头嘛有写伫内底啦，就是讲患者变做啥物代志拢较无爱做，较无爱讲话，思考感觉足少诶，这嘛是一个思觉失调症诶症头。毋过毋若安尼，手册内底无写着诶症头，其实嘛是有可能会出现。像讲诚济患者，
伊诶心情嘛会随了伊诶即个镜头影响变做较无好、较郁卒，甚至会想袂开，即款诶是一种情绪诶镜头，嘛有患者会变做较冲动，伊诶冲动诶控制会较歹。嘛会定定发现讲，即个思觉失调症诶患者，因伫认知诶功能诶表现嘛比一般人较无遐好势。所以诚侪患者伫伊若少年时发病诶时阵，伊可能还袂有迄个精神镜头来搅了，毋过伊就开始可能读册读较袂落，考试考无好，若是讲做工课开始较贤突出，煞来伊发病了，可能年岁济啊时阵，伊诶即个认知功能啊，咧记代志啊，咧反应诶速度，嘛可能比一般人较无遐好势。所以即个诊断思觉失调症，毋是干若遐简单，干若精神病症尔。咱会感觉讲，伊即个诊断反映出，伊可能是伊诶神经诶发展，是即个神经长期诶变化，造成遮一个足侪无共款表现加起来诶镜头。所以咱一开始会听着讲日本遐会改名，改做统合失调症，就是讲诚侪无共款诶心智诶机能拢出问题啊。安尼我伫遮举一个简单诶例，就是最近我家己有一个住院诶患者，伊就是搁咧读高中，可能17、18岁诶囡仔，是伊诶镜头诶表现，一开始就是有较先即个心情无好。可能几啊个月前，伊就开始读书诶表现较无遐好势，困无好，人会定定紧张起来，嘛讲袂出啥物原因，所以因一开始就去诊所看，食一寡药仔，毋过无啥物明显诶进步。过可能2、3个月以后，伊就互人伫学校发现讲伊人足艰苦诶，甚至会想袂开。老师同学去遐关心，伊就讲伊诶头壳有别人诶思考会走入来，伊感觉无法度控制伊家己诶身体，会一直想要讲一寡奇怪诶话，若像会听着即个同学咧甲笑诶声，毋过事实上问起来，伊迄阵离伊诶同学应该是离诚远，但是伊拢会听着因诶声音。好佳哉来住院，食一寡药仔治疗了，伊即寡艰苦诶镜头就有较减少。好佳哉讲即个囡仔是诚配合，知影讲家己安尼需要人来甲斗相共。所以即种患者就是咱就会知影讲，伊主要诶表现是迄个幻觉，嘛有一寡身体受人控制诶妄想，思考诶即个障碍嘛有，伊阁有出现一寡郁卒诶镜头，阁有讲会有自杀诶想法。这就是咱头前讲，伊即个思觉失调症主要诶表现是精神病症，毋过伊阁会加一寡无共款诶镜头，这咱拢爱做伙来处理。即个思觉失调症其实毋是介罕得，咱伫全人口内底可能就是占1%左右，可能比1%搁较少小可。毋过就是咱会当简单来想，就是100个人内底会有一个人有即款诶病症。照性别来讲，查甫是比查某较济小可，而且查甫发病诶迄个年岁会较早小可，查某一般是较晚小可。大部分40岁以后发病诶患者，查某会较济，查甫罕得伫40岁以后发病。毋过毋管是查甫查某，即个发病即个痛定出现诶时期，就是伫迄个20几岁迄个坎站安尼。有诶患者会伫55岁，也是讲较老以后，才出现讲类似精神病诶镜头。伊虽然有合即个思觉失调症诶诊断，毋过咱临床会搁去想讲伊是毋是有别款脑退化，是别款诶病症引起伊即款诶表现。所以像头前讲，咱一个囡仔17、18岁，迄就有发病，互咱诊断出来，这其实毋是一个诚罕得发病诶年岁。毋管伫啥物年岁发病，即个早期诶治疗拢非常非常诶重要。因为即个早期诶治疗，咱相信讲会影响伊煞来一世人即个病
病情的即个变化。咱有看过讲，即个患者一开始无要好好治疗，还是治疗反应足歹，伊就不时会发病。意思就是讲，这患者起头发病了，有互人发现送来病院，开始接受治疗。经过治疗了，伊的即个幻觉，还是伊个梦想，变了较无遐严重啊。毋过通常就是讲，伫有食药仔的情形之下，可能伊的镜头已经进步7、8成，煞来就嘛需要长期爱治疗，因为即个治疗有可能互伊的镜头愈来愈改善以外，佫有一个预防伊佫发病的即个效果伫咧。就患者会较慢配啊，无爱好好配合，还是讲伊就真正感觉家己无需要来看医生，所以即款患者就会定定好一丝仔，还是讲无完全好，未好利的时阵，伊的药仔就停啊。药仔停了，即个镜头过一阵仔，佫自然佫发病起来。逐摆发病其实对伊的脑神经拢有真大的即个影响。慢慢随了的年岁愈来愈济，伊的脑的反应神经的即个速度拢开始退步，所以伊会退化了比一般的人佫较紧。若无好好治疗的患者甲有好好治疗的患者，这比较起来其实足明显的真正是有好好治疗的患者，因的即个大脑的机能较会当维持所以因未来长期的即个社会功能嘛拢较好势。有诶人就会当好好治疗了，佫保持佫转去学校读册，还是佫转去佫找头路，佫趁一寡钱安尼。有诶人就是拢无法度，甚至讲爱长期住伫病院互人顾安尼。所以通常咱若伫病院诊断出来讲，即个患者是思觉失调症拢爱足骨力，互伊留伫即个精神医学的即个体制内底，毋管是伫病院也是诊所拢会使只要有好好咧看医生看药安怎调整这拢是好事。因为你若初期的治疗愈好势，伊发病较袂遐济摆，安尼伊的大脑的机能就会保持了愈好。若看即个统计数字，你若讲完全无咧治疗的患者，伊一冬以内佫发作的即个机会有到7成遐尼悬。若是讲连续2冬拢无咧治疗，迄个发作的机会就是8、9成。比较起来，若是有好好咧食药仔控制的患者，伊一冬发作的机会可能是1成2成左右。虽然嘛是有可能有精神病症的发作，毋过已经降甲足低啊。若是咱来看数字，就是考虑着讲有诚悬部分，可能一半部分左右的患者，伊是无愿意好好接受治疗的所以全部有人统计讲，就是全部思觉失调症的患者，若是讲会当镜头改善过一般的生活，可能嘛是有2成至3成，安尼其实嘛袂少啊。剩的患者有诶人就是镜头会因为无好控制，一直发病了，到最后伊诶人会退化，需要人来甲照顾。嘛有一部分患者伊会当家己照顾家己，毋过伊诶镜头就是明显。虽然是较辛苦、较无简单，毋过我嘛是有患者看着讲是真正为即种足严重诶精神病发作进步甲讲伊可能一礼拜敢若食2盖药仔，食较轻诶药仔，就有一个控制诶效果，互伊会当去正常去读册，去去做一寡足无简单诶工课。所以即个长期诶医疗诶追踪是非常诶重要，就是初期互患者诶精神镜头会当控制，过迄个急性期了，就是预防伊佫发作，降低伊迄个发作诶机会。若长期来讲，其实嘛有一寡足重要诶代志咱知影讲，迄个思觉失调症诶患者，因伫即个统计起来，因诶迄个寿命就是比一般人佫较低，差不多减差不多10冬至20冬左右。因为患者受到即个镜头诶搅扰还是因诶郁卒想袂开诶即个机会较大所以有一个部分是自杀引起讲因诶统计起来寿命较短。另外一部分诶原因是讲，诚济即款诶患者因为因诶神经诶影响，
较厚食薰吼，食薰的比例会较悬。吼，啊，有加上讲头前咱讲，因定定有迄种阴性的镜头，因着无动机要倒来就好，拢无爱振动，吼，所以运动量会无够，吼，所以加上伊的体质，所以规个迄个慢性病的比例，吼，会比一般的人搁较悬，吼，造成讲因为即个心脏啊是血筋的问题，吼啊，提早过往的即个机会比一般的人搁较大安尼。安尼，咱今仔日有简单甲大家整理一下吼，就是咱讲即个 schizophrenia 思觉失调症，吼，伊主要的即个镜头的表现，啊，伊伫诊断手册内底的要件，啊，甲有讲伊规个病会安怎变化，吼，咱长期为虾米需要好好来控制，吼，即个有小可甲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小解，吼。啊，咱后回就会接续今仔日的主题吼，甲大家搁较详细讲，即个咱伫医学上有知影可能有啥物款的原因，甲即个思觉失调症的产生是有关系。啊，咱搁会说明即个治疗的部分吼，因为头拄仔讲着即个长期的治疗非常的重要。啊，其实主要就是药物吼，即马现代医学足发达吼，已经毋是100当前以前拢无药医的迄种情形啊，吼，所以有足侪个药物是会当改善即个病的即个过程，吼，啊，互患者会当维持较好的社会功能，吼，啊，这咱拢后回则搁来讲较详细咧。好，安尼以上就是咱精神网开讲的第8回，即回嘛是咱即个2025年的第1回，毋知影大家敢有啥物新年的愿望？吼，我家己的愿望是希望讲，即个精神网开讲即个节目会当愈来愈顺遂。吼啊，因为即阵仔嘛，我知影家里足侪咱即个对即个精神科有兴趣的朋友，吼，足侪嘛是专业人员。啊，大家若是看即个节目内容的小解，看落马里拢感觉补啥看无，吼，欢迎来看咱的即个面册，吼，面册面顶会甲即个罗马里的小解，佮用即个汉罗兰的即个写法，佮写一解。好，安尼祝大家伫新的一年嘛平安健康，咱后回再会。